荔枝點樣去防治帝字蟲？大家好啊！今日係4月27號啦。荔枝防治帝字蟲都發咗好多個視頻，而且都係有字幕嘅。最近呢，可能有啲新粉絲未清楚，就經常問點樣去防治帝字蟲？你要認真睇下視頻，收藏好呢個視頻。以下講嘅適合所有荔枝品種嘅防蟲同埋葉面追肥。先講下帝字蟲用咩藥去防治。荔枝目前要防好蟲，就要每隔7-8天都要防蟲。防菌你可以隔一期，如果日日落雨呢，就要期期去防菌。咁點樣去防治帝字蟲呢？可以加雷級、加速殺、殺卵、加速殺，要輪換交替咁去使用。有好多粉絲講當地冇有買，係你冷啫，你行遠啲就有噶啦。不過而家我將4個防蟲藥：格維蟲蟎嗪、格維綠蟲苯、綠蟲苯格碘胺、格維鹽綠蟲苯，呢啲都係10至15毫升就可以對30斤水嘅。以上任何一種，另外加多個速殺嘅一齊去噴，可以加氯氰菊酯啦、亞維菌素啦，都可以嘅。呢啲當地係有嘅嚇。我哋大水量去噴濕，記得冇得慳水，要大水量去噴濕。樹頭亦都要噴，我哋加上壯果囊一齊去噴。期間呢，你冇需要加其他嘅葉面肥。如果你怕佢裂果，想防裂呢，就加果絲鈣。而今嘅荔枝係細胞分裂最快、數量最多嘅時候，而壯果囊可以增加細胞嘅數量，促進細胞嘅形成，促進果實嘅橫向生長同埋縱向生長，矯正果形。想要果實又大又圓，就用壯果囊。壯果囊1包500克係兌水1000斤嘅，30斤水係加15克或者17毫升。想要防治好帝字蟲，咁你就要7-8天左右噴一次防蟲，冇得偷懶嘅喎。未備好壯果囊嘅朋友就揸緊時間備好啊！快遞呢係需要3-5天時間嘅。祝大家身體健康。我呢啲已經噴咗3次噶啦，呢啲就好大粒噶啦。29號又會再噴嘅，加油！